上集讲到，新春为了得到特供公寓，提出和以贤结婚。以贤以为新春又是在开玩笑，新春却说他是真心的。一所神秘组织里发生大规模伤亡事件，韩警官前来视察现场，屋内一片狼藉。中尉告知他，组织中有人给肺炎患者服用了药物，才导致出现这样的事情。特警队内，盛荣看着新闻，紧张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在新闻中看到了韩警官的身影。此时新春找到他，盛荣询问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告知新春曾有记者找到他，只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知他，就会给钱。新春也曾收到记者的电话，劝诫盛荣保守住秘密。盛荣得知新春今天就会搬到特供公寓，甚至因为分数不够，选择了结婚。以贤虽然知道新春是为了分数才和自己结婚，但他还是答应了。盛荣看着新春手上的伤口，忍不住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此时新春接到以贤的电话，转身离开。新春再回去时，盛荣早已不见踪影。盛荣偷偷找到记者，决定将情报卖给记者。盛荣回到案发现场，扯下衣服查看，脖子上的伤口已经发黑，是那时被培训生咬伤的学员抓伤的。班长调查到韩警官的来历，他原本是传染内科医生，转业后在制药公司上班，并曾因殴打制药公司代表入狱，出狱后又重回部队了。以贤认为韩警官有点可疑，班长让以贤尽量不要和他扯上关系。新春回到公寓停车场，想到盛荣对他说过，被培训生咬伤的那个人情况不容乐观，听说只要进到那个地方，就不可能再活着出来，只有新春一个人出来。新春走下车后，突然一个身影朝他冲过来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新春开心地回到新家，以贤早就开始收拾。以贤打印了2人12年前的合照，那是跳楼事件后警方帮他们拍的合影，让他们在觉得生活很累的时候，就看看这个照片，就会充满勇气了。以贤将画像挂好，准备去给邻居送年糕。新春马上拦下他，让他留在这里收拾屋子，由他去送年糕。新春将年糕送给邻居小女孩，想上楼却发现门打不开。小女孩告知他，这层以下都是出租房，上面都是销售房，所以物业就将门封了起来。新春直接踹开门，小女孩对他的帅气举动崇拜不已。楼上忙碌的律师邻居收下年糕就扔进了垃圾桶。新春来到601室，按下门铃却没有回应。这时女主人回来，新春递给她年糕，她却没有给新春好脸色。女主人回到屋内，她的丈夫却一脸慌张。男人让她先洗手，她却直接走进了房间，拿出包内的蓝色药丸。男人对她大献殷勤，将她带出房间，原来床底下还藏着一个女人。公寓内，新春与以贤终于收拾好新家。新春递给以贤一张10年后公寓成为销售房，再转成共同所有的合约，两人达成一致。新春开始想着新家该如何装修，以贤默默地跟着他，附和着他的决定。入睡前，新春告知以贤，他以前因为父母总是吵架，所以不愿意回家，一直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话音未落，便睡着了。以贤起身帮他盖好被子。睡梦中，新春再次梦到了那天培训生恐吓他也会那样。惊醒后，新春依然心有余悸。此时楼上不断传来怪异的声响。次日清晨，还在睡梦中的以贤接到电话，原来是韩警官找到他，告知他因为神秘组织的案件，政府会回收市面上所有的药，也会严惩非法销售者，并上级决定让他们一起调查此案。以贤本想拒绝，却接到班长的电话，无奈只能妥协。韩警官将培训生的手机交给他，让他假扮培训生和销售者交易，随后拿出一袋调查费用，让他逮捕交易人的时候再找他，到时会以搭档的身份协助他。新春听到楼上又传出怪异的声响，准备出门时正好碰上小女孩，她为了昨天的年糕前来送感谢信。小女孩很羡慕新春的警察身份，希望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后也能和他一样。新春安慰小女孩，她以前也因为生病2年没能去学校，但现在依旧生龙活虎。随后来到601室，质问男人为何半夜一直发出诡异的声响。男人神情紧张，解释只是在挪家具，道歉后还夸赞年糕很好吃，但新春那时并没有见过他。女孩告知新春，那家夫妇2个都是医生，但是那个男人只在家里蹲。新春准备去运动房，看着小女孩失落的表情，知道她一个人在家，决定带她一起去。来到健身房登记后，却被告知只有销售房的人员才可以使用。新春愤然离开。此时盛荣看着镜中自己发黑的伤口，神情凝重。他的妻子也不断打来电话，但他并没有接听。他忍痛拿着小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，瞬间血流不止。此时新春接到了盛荣的电话，盛荣拜托新春救救他。当时他被抓伤了，因为害怕所以隐瞒了，但伤口却一直不能愈合。新春立马带着他来到隔离所，中尉询问他的伤口在哪，他却展示了自己划开的伤口。中尉感觉并不像抓伤，反而像用刀划的，并且这应该是个新伤口。新春解释自己的伤口也不容易愈合，中尉扯下他伤口附近的皮肉进行化验。
新春询问中尉，有问题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吗？中尉告知他，如果伤口周围的颜色变得黑红，那就是被感染了。新春告知盛荣自己先去抽血，让他在这里等候。两人离开后，盛荣尝试挣脱手铐，但却没有办法。新春抽血时，中尉告知他，只要被感染者咬到，一定会被感染，状态也会越来越差，正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意识扑向人类，所以只能监禁隔离。新春询问是否有治疗方案，中尉告知他暂时还没有，现在能做的只有减缓病情的进展速度。新春意识到没有人能活着出去，这件事并不是骇人听闻。两人回到检查室，盛荣却早已不见踪影。新春拨通盛荣的电话，询问他到底在哪。盛荣告知新春，他有一个保证安全还能挣钱的办法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新春再打过去，却无人接听。想到之前盛荣曾说过，有记者贿赂他，希望知晓内幕。中尉也召集士兵们寻找盛荣。新春询问中尉重症患者都被关在哪，得知因为人数众多，都被转移在冷冻货柜车。此时，盛荣拖着凳子偷偷潜入一辆冷冻货柜车，震惊发现这里冷冻着众多重症感染者。此时，士兵们发现车门未关，将门锁住。盛荣听到关门的声音，慌忙跑过去，却为时已晚。无奈拨通记者的电话，让他先把钱打给自己，他就马上把影片发给他，随即打开录像拍摄车内的画面。突然，车厢内的感染者竟都醒了过来。韩警官和以贤设局找到非法销售者，以贤直接将三人打倒在地，得知药物在后备箱，以贤打开里面却有一个被铁链锁着的感染者。韩警官果断开枪，关上后备箱，听到里面还有动静，再连开2枪。以贤拿枪指着韩警官，质问他竟敢当着警察的面杀人。韩警官反问他，在他的眼中，这种东西还算人吗？此时，韩警官接到电话，告知以贤隔离所出了问题，而新春也在那里。与此同时，新春接到盛荣的电话，话音未落却被挂断。新春再次打过去，却无人接听。中尉发现一辆冷冻车里传出铃声，立即吩咐士兵将车门打开。新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大喊：“不要开门！”车内的感染者们蜂拥而出，士兵们使用电棍才勉强将门关上。新春看着被车门夹住的椅子，意识到盛荣就在里面。车厢内，盛荣也瞳孔涣散，意识模糊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末日来临，怪物横行，事态还将如何发展？下集我们不见不散。